第几台，刷落来请收看咱的新闻。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6公司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新闻开始来看香港反送中运动，昨下晡举行全国性大游行，过程中有示威民众等汽油弹，四界拢有冲突。暗时警方清场，唔拿使用催泪加速，甚至使用警枪。警方表示，拢总有30来人互抓起来。香港的警方今仔透早嘛开记者会，因讲有暴徒是以致命的武器来攻击警察，因承认昨暗有警方是对空开枪来警告，这嘛是过去2个月来警方第一遍来使用警枪。雄雄传出声声，这伫香港中央附近，25暗时8点左右，警方清场时，所有民众的棍仔甲砖仔头一直退后。夺开反送中运动以来第一枪，警方26画面召开记者会，证实警察有开枪，表示因为警察一直受到攻击，发出警告无效，考量家己甲同事安全，无别个选择，因才会选择开枪。有6名同事拔出配槍戒備，其中1名嘅警員向天發出1槍嘅警告，當中冇射中任何嘅人。事件中呢1名嘅警員表現英勇同克制，而佢使用嘅武力喺當時嘅情況係必須同埋合理嘅。古里個現場嘛翕到提雨傘民眾跪落來，無想要攻擊，所以也請警察踢。警方說是回應，這是自然反應。暗個冇部分民眾破壞點解大門，聽講這是7月21，北將攻擊示威者的白衫人藏起所在。根據警方講法，昨下衝突攏總掠到36個人，涉嫌非法集會，有藏武器甲攻擊警察，強調有10個警察受傷，需要送病院治療。醫管局畫面對外證實，到25暗時8點半，佇中灣的警民衝突，尚無有8人送去病院。隨上衝突為25下晡遊行就已經開始了，警方頭一擺重水車破壞路障，推進封鎖。甲把噴向示威民眾，閣有使用催淚彈掃甲性質。警方表示，會安尼做，攏是因為民眾傷過暴力了，甚至用磚仔頭、甲導火武器攻擊警察。香港反送中經過頂禮拜大部分是和平理性非暴力的示威了後，高度訴求無得到回應。2個月回來，拜6禮拜攏有反送中活動。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創生伫拜6透過面冊講，大家攏忝咯，希望尋求對話。禮拜日下晡閣強調，網友留言伊攏看會到，嘛感受會到。目前對話平台閣佇籌備階段，希望會當趕緊出現。記者綜合報道。香港反送中運動繼續來看，就佇隔壁澳門將舉行第5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哦，唯一候選人賀一誠佇400票中摕到392票，高成倍得票率當選。伊當選了是表示會全力佇澳門來實施1國2制，澳門人治理澳門人。我向全澳居民鄭重承諾，我將全力以赴推進1國2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嘅偉大實踐，堅定不移地、嚴格按照憲法同埋基本法履職施政。賀一誠今年62歲，甲中國政商界嘅關係真好。佇2000年為商界踏入政壇，擔任過澳門府人大代表、中國全國人大常委佮澳門立法會主席。伊之前捌講過伊家己向立法會主席攏做無好，安怎來做特首？表示講伊並無參選特首嘅想法，也毋過第2冊卻雄雄表態講要參選，外界是認為這應該是北京政府嘅意思。再來看台灣桌球少年選手林昀儒佇捷克公開賽一日拍2場是攏對上德國嘅前球王。林昀儒是攏贏球，摕到個人第1座世界桌球巡迴賽頂級嘅冠軍，嘛是伊今年第2、第3座嘅單打冠軍。
Ooh, caught off guard. 以9比9拍做平手的局面，卫冕下卡18岁的林昀儒连续摕着2分，在咧世界乒乓巡回赛捷克公开赛的男单决赛，先摕着头一局。第二局林昀儒的分数为后壁开始了，拍出一个7比1的攻势，以11比5连续摕着2局。不过对手德国争球王奥恰洛夫在咧第3局的时改变战术，开始进攻。虽然林昀儒要以4比3领先，不过奥恰连续摕8分，转互伊赢去。林昀儒是真紧调整家己，第4局拍5比5平手，换林昀儒连续摕6分，也顺势摕到局数3比1听牌。Wide to the forehand and back the other way. Lin Ru on top of the bounce. 第5局林昀儒是1-6分数，虽然对手要就分数拍做平手，不过林昀儒靠强势进攻，取得2个冠军点，最后伫咧第2届机会逼对手回击出界，摕到冠军。Backhand from the forehand side takes down Diva in the final. 林昀儒以4比1拍败德国争球王，摕到捷克公开赛男单冠军，这是伊生涯头一个世界乒乓巡回赛顶级单站的冠军，也是今年第3座单打冠军。另外，林昀儒也有廖振廷伫咧男双冠军战，最后以1比4拍袂赢南韩，只会当摕亚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要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今仔的报纸新闻。《苹果日报》是指出，今年的3月份，准备要甲另外一名女性的太空人来执行全女性的太空任务。美国40岁女性太空人麦克连说传出涉嫌利用太空科技来犯罪，伊的红婿是指控讲麦克连用 NASA 电脑来偷看伊的银行户头。再来看《自由时报》公平会上新的调查，去年底全台湾中暑直销的人数是超过38万人，创历史的新高。也毋过唔通压准，直销是真好赚，其实只有9000多人，1000个内底才3个，一年是领超过30万。去年直销的总经理嘛是10年来头一遍衰退。再来看《联合报》，1989年8月2日，厝骹啊无壳赶牛，困伫台北市中孝东路的街头来抗议厝价一直起，因买袂起。30年过去了，问题嘛是无解决。以台北市来看，最近16年台北市的厝价所得比为6.01倍，到去年是15.32倍，买厝负担加重将近10倍。再来看，昨日天气是非常的热热，各道高速公路又搁发生爆冷的事件。昨早起9点外，各道3号南下路段一台坐8人的厢车哦，那纯是冷啊爆开哦，所以嘛并且佮造成1个人死亡。冷太皮扫落伫涂骹，铺设厢车道安尼倒伫国道3号路南路段90.3公里处，再起发生车辆并且意外，警方调查，这台8人座厢车拢总8名被告，苗栗后人参拜民众，疑似因为倒后链爆链，地处并且。左后轮爆胎，而翻覆在中内侧车道，总共有8个人轻挫伤，1人送医不治，目前正在调查中。其中一名75岁女性当场无法度站起来，身上几个所在受伤，意识无清，送医抢救了后死亡。车内其他7个人是轻伤。规件意外由警方调查中，高公局呼吁当年7月9月，因为气温悬，确定发生暴冷意外。统计歇落期间，每个月发生暴冷事件比平均值加出2成。而且它因为天气比较热哈，那可能我们大陆路面也是一样的，温度比较高了，那比较容易导致说轮胎的这个压力比较大，所以常常有这种爆胎的状况发生。轮胎一般来讲都会有一个出厂的年份啊，那如果自己的轮胎如果胎龄太久的，或者说有发现一些裂纹的时候，那可能都要注意一下。高公局表示，普通会建议出厂10年的轮胎唔通可用，也毋过爱看车辆使用的情况来定。只要胎压煤、胎压异常，就建议换轮胎。万一赛车拄到暴冷，袂当着其大档啊，以放油门减速，掠到hand道路启动危险警告灯，互车辆渐渐驶到路径。记者综合报道。北陆风台已经离开台湾，嘛减弱成为热带性低气压，也毋过后面的太平洋高压嘛慢慢增强，所以今仔全台湾拢会是真典型的大冷的天气。也毋过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开始有一寡水汽的影响，南部台东地区嘛是会有一寡阵雨。各地日时哦，虽然是多云好天的天气，也毋过伫偏南方的环境哦，下晡局部地区嘛是会有雷阵雨，尤其是西半部地区哦，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今仔伫气温方面哦，西半部跟东北部温度大约是33、34度，其他的地区哦是31到32度左右。
无落雨的时阵哦，也是会感觉是真湿，佮真热。再来看气象局昨早起已经解除海上风台警报，咱来看菜价方面哦，因为风台佮加上中南部前一站是大雨落袂煞，嘛影响到山区的交通，所以昨高雄果菜市场的高丽菜价格哦，甲大这里比起来是起一成。凊彩提食高丽菜称重，价销将近100块。白落风台拜六经过台湾本岛，山区交通受到阻碍，山顶的高丽菜无到运来，造成拜六甲礼拜伫高雄果菜市场的进货量对242吨降到197吨，价销是比前一天起了将近1成。影响足济哦。嘛是爱做啊，嘛是爱吸收啊，甲俗的。吸收来贵的安尼。像硬菜是上俗的，超梨1公斤超梨70块左右。啊，咱的其他的水菜类喏，油菜也是这个讲芥蓝菜呢，吼，这超无梨1斤超梨90块左右。啊，早平均的价是1公斤吼，无落雨进前是超无20块左右。高丽菜是菜王，介绍起步大档其他叶菜类的介绍，加上前阵大雨损伤，果菜公司讲，像是油菜、芥蓝菜已经起到1公斤90块。了后，等天气较好，山区交通恢复，高丽菜卖价1块万较落。也过其他蔬菜类因为进前水伤，量变较少，若是介绍要较落，恐惊爱一段时间。而农委会初步统计，白落风台造成的农业损失金额是1000多万，其中台东县受到损害上严重，农业损失占9成以上，花莲县损失24万块，占2%。农民看到辛苦所种的番麦和风拢吹倒去，感觉是真无奈。这都拢无啊，这都大生来去年才种。释迦的落果还蛮严重，刚好这个时间是开始有些结果了，那其实。陆续在采收。白落风台价格唔拉造成农业损失，教育部也统计，这摆有屏东的嘉东高农才11间学校受到灾害，其中有5校财损超过超过230万。而气象局提醒，各地落雨情况虽然有较低，也毋过外围环流也是可能带来较强的雨势，包括南部、花莲、台东、加平湖、金门这地区，依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苗栗伫顶礼拜发生3件招好伫路面货车肇事的事件，引起环保人士的关心。伫8月24日，又搁传出苗栗县因果粉的交流协会伫风台天，搁伫苗栗的外部渔港举办因果放飞活动，影片是翕到真侪因果因为风伤过头，飞袂偌久就跌落海里，嘛引起争议。海燕是非常大，强风吹甲人容易挡袂牢。不过花坯所有玩家像一只鹦鹉放互飞。不过海风伤过强，体现甲细只鹦鹉根本无法度承受，为的是飞出去就落落小波块，会勉强飞了一段距离，殊不知海风强吹，直接荡落海底。有一只落海，有一只落海。这是24号伫苗栗后龙外埔渔港的活动，10月来自各地鹦鹉鸟友同时伫遮聚会举办放飞活动。不过当时风台影响之下，海风相当强，画面铺伫网络，引起各界议论。不过鸟友表示，因为定期去各地来聚会，唔乃使相互交流心得，乃使训练鹦鹉。在我们的脸书上面，我们每周几乎都在海边放飞，没有发生过任何这种问题。不然就在南寮渔港新竹放飞，跟朋友一起也会喜欢放飞。协会表示，当时经过评估，嘛伫鸟友确认之下，评估了后照常举办活动。虽然确实有鹦鹉落落海底，不过拢有救倒转来，不管是有一只溺水死去，你是不是违反动保法？苗栗县府嘛伫介入了解。我们再去厘清一下是什么样的原因。如果说真的是有这种。虐待伤害的情形这个当然是有违法的情形。港府表示，还佫确认当时的条件是毋是适合放飞，佫在评估是毋是来开发。不过日前苗栗才发生石虎被落山的事件，现在佫有鹦鹉放飞落海，嘛引起不少的关注。记者苗栗综合报道。台北市的商站观光的巴士经营3年拢了钱，去年上惨一日坐游客无到250个人，最近嘛，互台北市新计处来点名，需要赶紧来改善。旅游的应该搞一个人家问一下。来自香港游客伫网络上买台北市观光巴士的票，来到坐车的所在，却是找无人应问。他对讲服务应该会使佫较好一点嘛。
礼拜三起的一班观光巴士大约有10多名旅客伫坐。来自台南的陈小姐是因为高铁票所送的票才来坐，就是逛一圈这样，所以它是跟高铁搭有一个套票。对。OK， 然后就绕这样。对啊，就反正有票就玩一下。2017年1月开始的台北市双层观光巴士营运进入第3年也伫了钱，和台北市审计处点名真需要来改善。2017年平均每个月运量大约是1万人，不过到2018年每个月平均运量大约7000多人。经营业者不有估恐惊爱5年了后才袂了钱。台北市观光团保局讲，其实今年顶半年每个月运量拢超过1万人，坐车的旅客也伫改变，新南向旅客是愈来愈多。市府有加甲有名的餐饮业者鼎泰丰来合作，无排除上今年底伫观光巴士顶面会买到因的点心。已经开始研发，希望能够在观光巴士上面有一些餐点的服务，那这都是可以借鉴国外的一个方式来运作，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增加观光巴士的这个这种经营的形态，然后来让更多的这个旅客在上面增加消费。市府讲，观光巴士对开始到即阵拢有伫检讨，过去也捌减班降票价，希望符合市场需求。针对经营业者所提出的问题，希望路线应看出台北市的需求，市府讲应协助来提出申请。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政治新闻，郭台铭、国文帝王金平伫8月23港台，政治会议中王金平一再强调，伊会参选到底，嘛互这3个人的合作有真侪变数。3个人对2020年的总统大选拢有无共款的暗算哦。即马嘛有风声讲，因3个人预计要伫9月份来举办会谈，即马看来嘛是真无确定。天祥上香，台北市长郭文帝中昼出席中原普渡活动，受到热烈欢迎。因为8日3过歌王港台了后，三方如何讲合作，真受到关注。面对媒体追问，前立法院长王金平一再表示参选到底决心，敢是会影响3人正式结名。郭文帝讲，这爱看市场敢会当接受，三方要合作，要是爱各退一步，才会当成功。所谓理念的结合，就是说，每个人都要愿意各退一步啊，这样才有办法去成就一个大局。因为王院长一直在说什么顺其因缘，那我说那我们就顺其自然就好了。面对3人可能伫9月见面的风声，大家拢无将会公示。郭定也讲，郭台铭也伫咧思考参选的代志，王金平也是强调一切看因缘。有约再说嘛，哈，有约定再说，顺着因缘走嘛，未来看怎么发展再说。毕竟要不要选这件事情是他人生相当重大的决定，请大家给他多一点时间去思考一下，这也比较符合他个人的个性。对韩国瑜的民调出现落败现象，也传出拿赢换瑜，以防郭台铭出走的讲法。郭定也只回应，迄是国民党的家务事。面对过歌王3个人的后一步牵动拿入选情，韩国瑜定也早起也发布新一波的人事，由立委颜宽恒以及国民党台南市党部主委谢良介担任竞选办公室副执行长，努力拍赢选战。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一份上新的民调是显示，总统蔡英文以超过50%的支持度赢韩国瑜17%。总统蔡英文将出席活动，将对媒体采访，伊是强调讲，民调会使参考。伊认为是因为整体施政的成绩提升哦，人民会使明显的感受到内阁的拍拼。甲政府颁予连任的童军总会理事长林佑昌，总统蔡英文出席童军总会活动，心情袂歹。尤其是郭台铭、郭文帝、王金平共台合体，牵动国民党甲民进党选情了后，一份上新的民调显示，蔡总统已经有超过50%的支持度，大赢韩国瑜17个百分点。对此，总统蔡英文今日出席活动，面对媒体追问，佮再讲民调伊拢会参考。今年以来我们因为在前几年所打下来的基础，那我们的政绩都一一的展现出来哈。那再加上我们现在的内阁非常的积极所以整体的施政是一直在往上走。对着大法官对年金改革这次部分合宪法的解释，和国民党批评是大法官确乎在蔡总统的意志之下来打压军公告。对此，蔡总统强调，现任的大法官大部分是马总统时期提名的大法官，无家己任马的大法官的问题。我们现任的大法官里面的多数都是上一政府，也就是马前总统的时代所提名的大法官。
我们没有所谓的御用大法官的问题。蔡总统强调，年金改革是真急迫的代志，完成改革了后，国家财政会稳定，军公告唔免烦恼年金破产，会稳定来退休生活。伊对军公告表达敬意，也感觉真歹势，因为这是必须要进行的改革工程。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台中大里运动公园地下停车场，有民众翕到讲，之前落大雨，造成停车场漏水真严重，佮加上路面拢无平，品质是真歹。也毋过为后个月开始租金宣布为每个月1,100块起到1,800块，一起就差700块。台中市政府是表示这是为了要提升周转率，甲平衡市场机制。也毋过民众是认为要起价嘛，应该爱先来改善停车场的环境。外口落大雨，停车场也出现漏水，直接冲洗地面，也拦伫车主的爱车顶。讲到后个月，也阁要起价，互贵州的王小姐真歹接受。就那个走到那里，你要倒车入库嘛，对不对？然后你车窗根本没有办法摇下来，因为你那个走到那边全部都在滴雨。虽然天气已经出热，也毋过停车场内也是滴滴答答，涂骹澹了规大片。规个停车位也阁澹糊糊，天棚也是有明显水渍，甚至出现类似钟乳石的物件。这是台中大里运动公园的地下停车场，9月特别换委外经营的厂商，因过厂商讲得标了后，才发现状况遐尔侪，把原本的水道堵塞了，整个都从我们这边的气窗下来，所以下雨的时候这边会成瀑布，变成大瀑布，整个水都从这边灌下来。市府表示，这个停车场地下2站拢总960个车位，原本规划月租甲临停各半，后个月将换新的委外厂商，因为2年拢无调整月租计数，因应市场的机制，计数为每个月1,100起到1,800。价格偏低，那附近的民间业的停车场也都比较高，那造成整个大家一窝蜂的到大理运动公园停车场停放。那我们目的主要调高越高的价格，加让它合理化。民众即期停车场的品质有问题，也阁要起价，实在讲袂过。也毋过交通局回应，因为顶头的运动场排水袂赴大水，才会为气汤往下卡流，将协调工程单位改善调整计数，是为了增加周转率。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高雄高山国小围墙边过去有几排的树仔对面阁有蛤蟆车、武德殿，所以当地真有历史的气氛，吸引真侪观光客。也毋过因为市政府要起地下停车场，几排的树仔修整甲只剩树头，护树的团体是真不满。市政府是强调，修整是为了未来要刷树仔，等工程结束了，就会搁甲树仔种倒来。青仔树树基错了了，敢若剩树棵，一个看去拢无什么叶啊。过去高雄蛤蟆省这条登山街，一边高山国小有种真侪树啊，另外一边是武德殿，也互当地真侪真有名的文史观光景点。不过最近民众发现，规排树啊树基拢错了了。只要有停车位，人家就会来。这是哪门子的观光发展？观光发展就是要先把所有的景观、这些文史都保护好。结果你这些景观、这些绿意、这些树都没有啦，你要发展什么观光？希望可以有配套措施啊，因为要富裕一棵树不是那么简单，对，所以但是你要砍掉这样一下子的时间。护树团体亲自了解发现，是市府认为当地车位不足，有计在高山国小兴建地下停车场，增设184个停车位，也毋过为着车位甲树仔。树基拢错掉，反映无法接受。市府讲会将这树仔送往别位去种，也毋过过程会让这树仔破片死去。建议市府缩小规划停车场基地，减少车价来保留原有的树木。因为这个榕树其实它占的面积也很宽广那以现况来看的话，它榕树的串根情形也非常的严重因此那个榕树在施工中一定会抵触掉。那将来我们完成之后再把它回植进去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将来地下室建筑的结构体。市府回应，青仔树树根真多，保留在原地影响工程，也对着后续停车场维护不利，也是决定将树基错掉，所往别位去种，并且伫外围搁再种，较无遐侪树根的青仔树。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新闻来看 ，G7 七大工业国高峰会8月24到26在法国西南部比亚利兹举行。法国总统马克龙希望在峰会来处理国际冲突、贸易战、甲亚马逊雨林的危机。也毋过高峰会附近有真侪抗争的行动。七大工业国领袖联合到法国西南部大西洋花度假胜地比亚利斯举行高峰会。在全球贸易战、英国强硬脱离欧盟、亚马逊河南大火灾经济甲危机之下，全球七大上有影响力的科技国家安怎维持团结紧密，避免来分离，又要面临真困难的考验。去年的 G7 峰会，美国总统川普一句话讲袂下就离开，负责签联合公报。今年川普在宣布调悬对中国关税了后，到峰会对欧洲的贸易战也未让步，继续用关税威胁德国汽车甲法国葡萄酒这重要产业。出发进前也批评这种峰会无建设性。不过，24伊甲法国总统马克龙正中斗阵，双方先对伊朗、俄罗斯贸易政策甲气候议题来交换意见。Trade extensions because I think if we manage to fix the situation, 7 of us, we fix a great part of the world. Actually, we need some new tools to relaunch our economy. You decided, and you probably decide to have new tax cuts. We actually have a lot in common, Emmanuel and I. We've been friends for a long time and we get along very well.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sort of, I think I can say a special relationship. 在其他议题也无乐观。英国首相强生坚持甲欧盟重新协商脱离欧盟条件，甲欧盟理事会主席杜斯克互相来放声，讲对方卖变做无协议而脱离欧盟的历史罪人。25峰会第2天，峰会焦点是在世界经济甲贸易问题。第2天会针对地球环境甲科技业扣电子税这问题进行讨论。这摆会后会发布联合公布。而反对这场峰会抗议活动也在周边区域来进行。24将近万名反全球化活动者、巴斯克分离主义者甲黄家抗议者，在法国甲西班牙的边界来举行游行。上激烈抗争发生在西南部城市贝约纳。反资本主义示威者想要脱离游行的队伍来进入市中心，甲镇暴警察发生冲突。当局有使用催泪瓦斯，也佮有泉水强力甲因驱散。记者综合报道。带边是怎人一定爱食物件，咱来看日本有一个砖头哦，也正是使用天然的泉水来制作带边，因为食起来是真顺口哦，所以每工拢爱排队才食会到。也毋过生产的过程是非常的辛苦，为秋天就爱开始准备原料，会使出产的量嘛是真有限。牛角脆声音，规整个头拢听会到。天正拄光，利木县这整个头是已经开始无用了。这边业者将真大饼干放起哩，得个做几道了后，员工一个接一个将饼干送入去仓库。68岁山本先生13年前伫日光市接管一间传统的制冰公司。迄当时带冰，因为用一般营业用的冰箱制作的，一份加卖200日。公司利润伤低，无法度经营。因为安尼，山本决定行高贵路线，用天然泉水来做冰干。で、私が初めてやった時、一杯800円で売った。氷もさっき値段言ったけど、1ケース9000円。先代の6倍の値段をつけた。要用天然泉水做冰干，要用时间甲人工。为秋天开始，都爱先松土，甲累积泉水，来变做一个亲像游泳池的大坑。伫下骹放土沙，甲落叶冰层，结冰了后，当天才展开正式的制冰工作。每2礼拜，这泉水就会变做有14公分高的冰层，经过工人分割，变做40公斤重的冰架，用竹仔做轨道运送。为着要互冰架运送时阵减少损失。轨道边啊，每10到15公尺都有工人负责调整冰架，互冰架会当顺利入去仓库。若做冰架过程，买看天公伯啊，敢有斗3工。冬、雨が降る場合があるんですけど、雨が降ると氷はダメになっちゃいます。日割れして、その場合はまた割ってやり直し。その時の氷の厚みによって、30トンを手作業で池から出すっていうか、そんな時もありますね。为介绍真实的带冰变做真高贵，一开始并无店家愿意买来试看卖。
和省份特工拢将1吨以上的天然冰甲干掉。一直到连锁大型百货公司3月8日看到天然冰的好处，开始甲买落来。伫销售时阵，因为口感真好，得到消费者耳朵，才开始伫各地流行。木の年輪みたいな感じで、一つの氷にしっかり歴史が刻まれてるっていうか。もちろん硬いので時間かけて固まってるからすごく硬いので削った感じも全然違います。即马这款天然冰一年差不多160吨，都算有其他人加入生产，也是无够市场使用，mau带冰开创新的市场。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抢救一寡特别绝种的野生动植物咯，这个月17到28，瑞士的日内瓦举行一场大型的国际会议，来自全球各地保育专家要伫12天的会议，将对拍蜡买卖这珍贵的物种讨论出全世界会使共同遵守的相关规范。全世界为180多个国家也有地区内的几啊千名保育专家组织做伙开会，讨论要怎停止濒危野生动物灭绝。Available information also shows that since 2014, there has been an annual increase in the weight of rhinoceros horn seized per rhinoceros poached. This suggests that enforcement efforts have increased and become more effective. At the same time, despite this good news, poaching levels remain high. 这场大型会议伫日内瓦举行，为17到28举行12天的会议，由专业也有动保人士审核56个提案，对濒临绝种野生动物食物国际贸易公约定新的法规，也有物种的保护名单，其中虎、犀牛、鲨鱼也有大象等等被列做关注的对象。经过国际濒临绝种野生动植物贸易调查委员会20公布的报告显示，为2000年以来，逐年去互非法掠起来交易的老虎超过120只，10多年来，伫咧32个国家甲地区，已经有2300多只老虎因为非法交易死去。因为人类直接拍蜡，也有进行非法交易。后19世纪，全球也有超过10万只的老虎，到2010年时，只剩3200只。虽然经过几多年的服役，这阵的数量也只恢复不过3900只。咱伫咧其他物种方面，逐年有2万只大象、1亿个鲨鱼死亡，其中有31%的鲨鱼，也有航类的鱼仔物种面临绝种的危机。不过，却只有17%的国际鲨鱼贸易有被管制。Recent assessments by the IUCN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so looking at the categories and criteria around the world, showed that out of the 16 species that we are proposing, 15 of them are now considered critically endangered. And these declines of over 80% have happened in a very short amount of time. 40多年前制定的公约规范超过35000项动物、食物物种的交易活动，也个包括协助打击非法交易，也有制裁违反规则国家的机制。只是这阵各国虽然有共识，不过对靠买卖野生动物来讨赚的真侪东南亚国家来讲，因也是有可能反对相关的限制。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有研究团队发现，因为对着洋流流来的粪石受到海洋的冲击有诶会变做是一寡细型的塑胶物料，互海洋生物无注意就去食到腹肚内底。有真侪海龟就受到影响，互发现讲因的体内有真侪塑胶，这个物件嘛会进入食物链，对咱人产生危害专家就呼吁联合国应该赶紧透过制定条约来保护海洋环境。科学家提机器测量海水各项资讯，海边有马尾藻，这是北大西洋中北马尾藻海，因为海边有真侪马尾藻才出名。马尾藻嘛替海龟在内生物提供大所在甲食物件，按各地海藻四周围嘛出现未少塑胶废弃物，科学家烦恼恐然伤害海龟生存。I mean, we honestly know very little about sea turtles. And so what we're worried about is that these habitats are not only valuable for their development, but plastics could also be threatening that development. And that could be done in a couple ways. I mean, through direct ingestion or through entanglement. 佛罗里达大学的海洋生态学家甲历史和平组织合作，伫这个海域研究马尾藻对海洋生物，包括海龟生存，到底是偌重要角色。目前全球7大海龟有6种叫世界自然基金会列做濒危物种，因为马尾藻海就一种亲像光泥仔的水流。
会吸收为世界各地来粪扫，经过海水变做微型塑料，落尾去海洋生物食落去，进入食物链。 So the Sargasso Sea is not just important for turtles, but it has great economic value for commercial fisheries. It's where we have development of a lot of those sports fishes, also eels, and it's along migratory pathways for other threatened and endangered species. So it's certainly important for a broad range of reasons, not just for the turtles. 绿色和平组织海洋联合国在2030年之前保护全球30%海洋。 制定强国有力的全球条约，来保护海洋未受天气变化、掠伤势、甲塑料污染等威胁。记者综合报道。3D 印刷技术是愈来愈普遍。来看一间西班牙的新创公司哦，因使用米、豆仔等这的材料，用3D 印刷来做出食菜人会使食的牛排。这间新创公司希望未来这种无肉的牛排会使互人愿意食菜，为环保来尽一份心力。 未来要食牛排，唔免搁再牺牲活跳跳的牛，只要以3D 列印的技术，就会使印出一块素的牛排。 So it's a fibrous piece of meat, right? It's not minced meat. So you need to create these microfibers that internally to the muscle are what we normally call the muscular fibers of an animal. 用3D 印出来素牛排，原料有米、大豆甲海菜，将这原料灌入去注射器内面，织出一块高高的米啊，再搁透过3D 列印拍做一块肉角。拄开始研发的时，并无牛排的味，不过时康提供伊袂烦恼，因为找出肉味的科技一直在进步。I had to adapt bioprinting technology, which was based on a 3D printing strategy that I was using to generate human organs, and I needed to adapt muscular fibers, but plant-based ingredients only. 即阵伫咧全球环保食品的市场，无肉食材已经真竞争。啊，若即块3D 列印的无肉牛排结合养殖概念，毋但同款有营养价值，而且甲真正的牛排比起来，对环境更加优先。Livestock is unsustainable, but also the global population is growing. So especially China, for example, was pushing very hard and investing very hard in plant-based meat substitute technologies. And this looked strange a few years ago. Now it looks normal. 虽然这项食材科技互食菜人感觉真神奇，不过也有真侪所在需要改良。像即阵用3D 列印的方式印出无肉牛排，需要半点钟到50分钟。斯康提希望未来会使缩短到15分钟，而且甲成本也考量入去。以后印出1/4磅的牛排，差不多110克，估计成本只需要$0.5美金，也就是唔免20块的台票就食有。未来也有3D 的鸡肉口味的水饺米等待开发，也有互人伫咧厝就会使 印出符合家己营养需求的一顿。根据2014年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畜牧业饲出来的羊也有牛排出来的食源占全球气体温室效应总量的18%，啊牛佮比其他动物加排放6倍氮，造成水污染，也加使用28倍的土地佮11倍的水。记者综合报道。 最近电子烟是真事件哦，也者是宣传讲电子烟的危害比传统的烟是减真多，也毋过并无可靠的证据。美国卫生部的官员是表示，最近伫美国22个州已经出现193件，亲像是食电子烟引起的严重的气管相关的疾病，甚至有一个死亡的案例。 We know this individual had a significant severe respiratory illness and died while hospitalized. Yes, this is the first death reported. 美国疾病管制局 CDC、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甲伊利诺州政府官员召开记者会，指出即阵全美22个州总共193个人伫使用电子烟设备，数即个无害尼古丁，也是大麻了后得了严重的呼吸道疾病，症状包括喘气困难，有当时啊胸坎真疼，也有人会吐、落屎甲疲劳这症状。过去1礼拜，这类案例大增1倍。 伊利诺州甚至出现头一个死亡病例，虽然也无到确认病因，不过官员认为事态严重，继续甲电子烟的潜在危险广告互大家知影。So we urge people to use caution and consider avoiding the use of such material. 电子烟长期互厂商广告真做会使帮助戒烟，也是危险性较低烟的替代品。最近真受少年族群的喜爱，市面上已经有几8种电子烟无化装置。不过，伊对健康长期影响依然无科学证明。部分电子烟含有尼古丁，有人改用大麻，也有互电子烟变化口味的化学物质，也有电子烟水无化剂，拢可能暗藏有害成分。
卫生单位早在6月底就陆续制到疑似电子烟造成呼吸道疾病的案例。加州大城旧金山今年也首先立法禁止卖电子烟的产品，避免危害到少年的族群。记者综合报道。毋若食烟会影响健康，上过大颗，身体嘛会负担。国民健康署调查是发现大人体重上过重大颗的流行率有45%这么悬，这嘛是这几年来的调查上悬的记录。病态性大颗就医的人数每天拢会增加，尤其是19岁以下的病人，5年内底增加8%。咱国民众较爱去外口食物件，做是无正常。国健署上新的调查，成年过重也是大颗盛行率达到45%，创历年调查的新高。根据健保的资料显示，病态性大颗就医的患者，尤其是19岁以下青年也是囡仔，5年来升点幅度达到83%。饮食习惯越来越西化、西方化，对啊。例如说都在吃什么？素食啊、炸鸡啊，对啊。然后喝酒。以你为例，你有规律在运动？目前没有。为什么？没时间啊。我就跟我们家小孩讲，我说你不要再胖了。现在的小孩，我觉得他们遇到压力，然后就会一直吃，然后就越来越胖，越来越胖。健保给付的病态性肥胖，19岁以下5年成长率也达到83%，从2014年的730人到2018年的1341人。健保署指出，病态性大颗的定义是身体质量指数 BMI 大过等于40。也是 BMI 大过等于35，合并3句，困眠、呼吸中止症等等。有医师指出，无食早顿、无摄取脂肪、长期无食淀粉、酵素减肥等等，拢是错误的观念的减肥方法。伊颠倒建议，食饭前后爱啉足300cc 的白滚水，饭后踏步8分钟，会当控制食欲，帮助消化。就是利用8分钟的大踏步呢，把这个血流循环转移到你的肌肉那边去，手臂、腿部的肌肉，让消化道的血流减少。那这样的话，适度的降低消化率跟吸收率，就可以达到帮助减肥的效果。医师认为，大颗大来健身甲原因已经是常常咧讲的，规律的运动甲调整饮食，才是减重的上好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受到风台影响，原本8月24日要伫新店南寮渔港举办的国际风吹节综合举行来自8个无同款的国家团队，超过900位国内外风吹歌手，因带来无同款造型的风吹，佮有特技风吹等等的表演，规个天顶拢真热闹、真精彩。有高虎、目杂啦像鸟头鸟等等动物啦造型的风吹，将整个新店南寮渔港的天顶装点甲五花十色。无论是大人囡仔，拢会当找到家己介意的造型风吹。我住在新竹，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风筝。有哪一些风筝？有超人，然后老虎、乌龟，还有很多动物。觉得哪个最漂亮？觉得是章鱼。为什么？章鱼哪里漂亮？因为它有很多图案。那今年邀请到8个国家，超过20个队伍，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天空上都是那个风筝。那今年配合我们年底的新竹动物园的开幕，所以我们特别以动物为主题，大家可以看到有老虎、有梅花鹿、有熊，非常多彩多姿。今年的风吹节除了加入小朋友上介意的超人鸟鹿等超级英雄系列风吹之外，也有各国无同风景的风吹，拢伫天顶飞。在德国的部分也带来他们的当地很有特色的大青蛙那同时在巴厘岛的部分呢，它也带来他们传统的那个龙的风筝。强风是新店的特产之一，当年所举办的国际风吹节，总是会当吸引超过1万人次参与。今年主办单位估计将会当突破纪录，达到12万人次，希望为在地带来真大商机。记者综合报道。台湾一定是高龄化的社会台师大调查嘛，显示讲第一遍做阿公阿嬷的年岁平均是54.5岁。另外，现代的阿公阿嬷大部分拢认为家己会使扮演的角色是伫囡仔无用的时间来斗相共，嘛会使教孙仔未少的知识。我做过小学校长，张英辉退休了后是继续教育工作。阿公阿嬷这第10年这一天，伊甲看守变做土地公、土地婆，代表阿公阿嬷守护孙仔的重要角色。
我最佩服他的是每次他都在工作，而且他退休了以后，他还教人家读书。那因为阿公阿嬷跟孙子女之间的关系，会正向的引导父母亲和上一代和下一代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是好事。阿公阿嬷是孙仔的守护者，是真疼惜。有当阵又阁是历史学家，台师大林如平教授调查发现，上济阿公阿嬷认为家己是孙仔的救火队。上下课若无法度，伊就敲电话讲：爸，你去在陈明先来载啥人，你去遐载安尼啦。但如平另外调查发现，12到24岁少年人超过一半认为，甲老大人互动是无自在，甚至是歹斗阵。但若是双方关系好，少年人对老大人的印象嘛愈好。就是说住在一起不是重点，但是如果祖孙的互动关系比较好，那么他跟一般的老人的相处就相对比较好。台湾是高龄化社会，平均活到80岁。公孙的关系可能有25年以上。林如平认为，阿公阿嬷是认识老大人第一个老师，为家庭到学校会当有更较侪理解，建立一个无年岁轻视的社会。记者肖新志明台北报道。为了传承台语和台湾文化，第23届世界台语文化营在美国时间8月25到27举行。今年的主题是希望让台语文化会使愈较国际化。第23届世界台语文化营要伫洛杉矶的南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举行，这也是这项活动第5摆伫国外举办。主办单位伫美国时间8月24号下晡举行行前会议，包括营主任郑良光、总干事何信涵以外，也佫有前中华馆长周清玉等等的人。针对会议议程做最后确认，主办单位表示，这摆活动主要的目的，希望让台语文化的推广更加国际化。要甲台语国际化这个概念啊，佮扣转来就对啊。啊，头先第一步就是对加强台湾的人甲这对海外的人连接开始。啊，咱这个顶边世界台语文化营，伫南加州举办的时阵，已经是伫1996年，啊，迄阵也伫奥曼办吼，啊，佮过来就是怎走去台湾，啊，佮过来夏威夷，啊，剩的拢大部分是伫这个台湾办，啊，这边是越南办。我想讲，既然是世界台语文化营，咱这边佫倒来到美国办一下。这摆会议要为美国时间8月25号到27号，为期3天朗诵8场的研讨会，内容包括着台语文运动的回顾、台语文学的创作以及台语节目制作等等的各项议题。为着强调台语文化的世代传承，也特别邀请到袂少的少年朋友来加入。所以这届吼，咱特别邀请一寡少年人吼来投入安尼，甚至吼连结拜时吼揭牌结拜时吼，嘛专工吼安排一个囡仔甲周馆长做伙结拜，代表中这个世代的传承，这嘛是这届营队的一个特色。主办单位希望透过这摆营队活动，会使结合国内外所有对台湾文化有心的人，无论是伫台湾也是国外，大家做伙来拍拼。记者吴家明、高宗仁，美国报道。来看51岁歌手罗曼阿迪，伊入行27年，佢今年摕到金曲奖第1座的台语歌王哦。罗曼阿迪捌因为返去金门照顾中风的妈妈，离开歌坛真侪年，也毋过点点滴滴拢成为创作养分。今仔暗时9点，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咱来做伙来听伊真有人生故事的歌声。2019年6月29日，第30届金曲奖伫台北举行。伫这一暝，诞生一位新歌王罗曼阿迪。出道27年的罗曼阿迪，曾经离开歌坛10多年的时间，会搁返来台北发唱片，有一段特别的故事。阮老母过身以后，其实我无想要返去啊，啊是有一天一个查某囡仔来找我。恁老母讲叫我甲你讲吼，讲你足有才华，你足有才情的，啊伊无希望你真一世人真大哩少，伊希望你会使搁返去台北继续唱歌。真无简单，决定返来歌坛，嘛是需要问路。当时拄到互伊的歌声深深感动的经纪公司副总，决定将伊签落来。给自己50岁的备忘录，然后
有温柔的暴动，有这些，还有曾经我想要一了百了，这些就是一定是到他这样的年纪，然后这样子的回顾过往的人生，然后或者是说对自己的一些期许，你才有办法有这样子的歌曲产生。那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这个用人生去累积来的音乐，它真的是很难得。已经走完人生的顶半场，罗马阿迪用歌曲来记录生活，写出属于伊的人生故事，嘛成功摕下第30届金曲奖最佳台语男歌手奖，变成黄金的歌王。记者杨淑晴、林坤明采访报道。来看高美湿地旅客服务中心哦，内面上特别的是有一座360度圆形的剧场，甲高美湿地日时到暗时风景的变化，甲湿地生活的活动，拢呈现伫游客面头前。行入去360度的宽型剧场，就当看到高美湿地的风景，无论是日时啊，还是暗时啊，拢真水。另外，伫多功能生态体验馆，小朋友会当透过体感操作，甲沙尾啊互动做伙耍，并且体验大鸟啊伫飞的感觉，互民众印象真深。认识到湿地里面螃蟹的种类和候鸟的区别，然后它们上面还附有详细的介绍，可以让我们知道它们的习性、外形、种类。他们就有简单的介绍，然后透过简单的介绍之后，小朋友就会比较知道说，哦，原来这个螃蟹是叫什么名字。开3.6亿打造的高美湿地旅客服务中心已经开幕。除了国外广场有设沙尾啊，才会装置艺术甲生态池以外，馆内这是有宽型剧场甲生态体验馆。目前入去参观免钱，但是为着要顾品质，打算伫9月开始收门票。大人100块，囡仔60块，大多数民众表示讲会当接受。首饰使用嘛，然后都会有一些清洁费，然后维护费，然后里面那一些多媒体互动，我觉得很好，它是需要一些经费来支持的。那我们提供了导览服务，然后还有我们现场所有的消费的一个折扣，是我们未来9月以后规划的一个走向。营运单位表示，未来收门票除了会增加定期导览以外，门票买当拄消费，嘛会送花条鱼面包、沙尾啊点心这的四手啊。希望创造特色来吸引游客。记者综合报道。美浓街最近的大出，婚姻轮陪南洋社区的志工，就带小姐做伙甲美浓街仔做饮粿仔甲粿仔煲，嘛互当地中青食堂的大人来夹菜。甲美浓粿仔破开，乌子切做一片一片，搁乱盐地互出水。婚姻轮陪南洋社区的志工手路真熟练，一堆那山1000斤的美浓粿仔，真紧就处理好啊。煮烤了后，吼洗清气，就写一块一块，落去底盐，切盐切切，底了打水的时阵，就摕起来温豆油、烧酒，甲这个咱的冰糖甲甘草。你若要食较烂的，就是炖较久。饮粿糜拢收成了后，农民都会甲拍起来粿仔，摕来生做饮粿仔，也是做粿仔煲。这是真侪人囡仔时代滋味。即摆社区志工斗阵来传这项古早味，做法无同，做出来滋味嘛无共款。做老伙仔食，然后大家煮了足欢喜。落去配饭啊啥，你若说咱得用的这，伊即摆落去煮咸，因为较早的人爱做粗重，留寒菜。所以有当时变做讲，互咱摕来搅饭，也是落去配饭，这拢非常的适合。这嘛是会使讲咱客家的一种特色。较早的人生活艰苦，食饭有一个咸就会得粿仔。美浓粿仔煲饮粿仔会当配饭配糜，若是较青草的，袂使炊鱼仔、滚汤。中青食堂的老大人食美浓粿仔煲甲饮粿仔，这内底毋但是古早味，嘛是满满的人情味。记者综合报道。东北季风到港风，时时伫米粉会好食的特色。甚至在地有一间100年历史的米粉厂，伊坚持手工来制作纯米的米粉哦，除了上天然，嘛有古早味。然后纯米米粉的话，它之所以比较少人制作的原因，是因为其实它在于成本上面。今日去米粉厂，亲切环境，闻到一阵阵的米香味。头家坚持用祖先传来纯米米粉，让大家吃到上怀念的古早味。其实你说传统的这个味道重点在于说你是不是用水磨的方式去做这个纯米的米粉。那甚至我也听说有用东南亚的米在做的也有。那当然会跟最传统这种水磨的制法会差异很大。
其实做纯米米粉是真高工，对着洗米、浸米开始就要8点钟，过来搁就要下米，甲水分去除。因此有真侪店拢采用更加方便，材料嘛更加少环美淀粉代替。纯米米粉的话，在我们新竹目前大概5、6间有在做纯米米粉。新的米粉好食避味，是因为味当贵，前头9工风吹大米粉，会使吹出家己烘打所无好滋味。米粉是香果 Q。伫过去，甚至有100间的米粉业者，如今敢若剩了10外间。泡米粉、批米粉拢要靠手工，传承是无简单，这嘛是米粉业者上头疼的问题。我出生之前，我的阿公就已经不在了，所以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去问阿公说，到底是你的爸爸是怎么做米粉，我问不到。米粉看起来是真简单的小食，但是伊做起来学问嘛真大。后盖咱到新竹新丰庙进前食到米粉料理，爱好好感受到头家的用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日详细天气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5度，上悬34度。华东地区上低27度，上悬33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公视第2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同一个时间咱再会。